这叫做无自为本所以讲咧，有一切上念念无自，念念无自，一切上嘅内底无论你所去当着嘅好甲歹，你拢无自，你当下就没有恶言对立，就无一失那么就没有挂碍，就没有烦恼，这叫做解脱之道。这种嘅意境呢，当然而且研究大家呢就是讲要安怎伫咱当着事嘅当中，要如何来安顿了解家己，嘛是借事练心，借人练心，借物练心的一个机会啦。无等的机会呢，真的我们也不知道咱的意见到位。按个起就知影，意见到位就知影试试看就知道了。所以讲呢，咱为了达到我们究竟圆满呢，那唯有就是爱接受历练，莫经过考验，接受历练。要历练，你要安怎安顿？伫历练的内底，你安怎要安顿你的心？这个互咱机会无机会无机会呢，拢嘛家己感觉讲，我修到拢袂迄个奇歹无毛病若是的就会知道了。那么显地识，我离一切相，名为无相。我离相，那么呢，咱要离相，当你带出去，拢卖出去。我离相，外面其实我离相就是甲咱讲，百花丛中过，片叶不沾身。外在的一切相，你都不在意。你袂起心动念。我才多讲，去百货公司呢，有足侪物件，但是你不起疑念，你袂叫外在因为百货公司的物件足侪个足水其实呢，来当用品特别偌好咧。但是呢，你外面上，外在的一切，你都了然于心，了然于眼，了然于耳，但是你不为所动。毋是讲安尼爱离起来呢，我离相嘛，因为出去就当着相嘛。咱就离相，就比较出来对。就是讲，互你去看到，你无家己当做一回事，袂去互伊引起。所以人家讲六根触六尘，伫这个六根触尘的当下，你起了一个念吗？你起了一个念吗？如果你无起一个念，人讲酒不醉人人自醉嘛，花不灭人人自灭嘛，是因为伫这个触尘内底，你生了一个有的心，你起了一个要的心。当然，你就会六根触尘的时阵，你就会叫来念用。好诶，像咧看股票嘛，我是无咧看啦，还是听咧讲若咧起的时阵好安尼，迄个啥，安尼热气腾腾的好，安尼动作跳足紧诶，安尼，看咧倒的时阵到遮若无办当摕个椅仔了规盘拢去啊。随着伊的起落，你的心有了起落，就是六根触尘的当下，你有了。若起落伊咧起了，无咧算股票的，敢袂调有咧算股票的时，咧看股票的时阵的心情共款。袂因为伊都无迄个景股票嘛，逐工股市嘛，逐工拢有但是话有咧去，话无咧去无去的人伊起偌悬，搁搭偌少，无安尼敢是因为咱无去促进嘛，咱无去触迄个景嘛。但是你有咧算股票的人，你有咧触迄个景嘛？起价较紧，是要来卖来要等较来卖。伫迄个所在呢，就会有了。所以讲呢，伫这当中呢，你就无法讲，你就去互上的来应用。所以讲呢，直接来讲，一切因缘好歹，这个水甲歹，善甲恶，咱爱去了解知晓，就是外在的一切，即以
奇峰雄，它不是一个假存在。哦，你刚张讲师讲的，哦，你讲咱本来拢会拢会去，拢会去打扮甲足漂亮嘛，即摆拢会打扮无够，即摆去美容嘛，安尼就家己美容甲安尼够水的对啦，但是伊讲你美容甲遐遐水嘛是你家己感觉讲遐水啊，是你家己的感觉，毋是侬感觉你。伊尾仔搁去讲，穿甲规身躯拢名牌，嘛是你，敢有较好看？有啊，家己感觉啊。真正嘞，互我伊尾仔讲迄句，互我内心搁袂想着嘞。尾仔咱想着讲，嘛有影嘞吼。你甲我穿甲规身躯拢名牌，毋过当着一个毋捌会，伊敢会感觉讲，迄个金光闪闪。毋知啊，迄是你家己感觉你我挂这劳力士的，我挂这船只，我挂这啥物货？迄是你的感觉啊！你平常敢有人甲你看？有人看着啦，但是嘛无人看，无人看较济啦。若捌会，感觉讲这个人看起来好正个。若毋捌会，若以互我来讲咧，我就毋知讲你安规身躯拢明白，我是足毋捌啦。所以讲的是你家己感觉好呢，你感觉水呢，所以讲的伫这个所在，当然伊甲咱讲的，甲咱讲，伊是提供外在的，只是一个假象而已，所以讲的，伊就讲，你若注重在身，你没有注重在你的心线。你深到最后也是会没有，因为它是一个题目，不存在。好到歹是你家己咧想，伊讲你穿较水出去，到人甲你看，你嘛是啊，你穿较水嘛是你啊，所以讲咧，伫这个所在呢，伊是一个希望上。那么呢，伫这个法的因缘生法，伫头前的法就是一切法。那么一切法呢，就是因缘生法，因缘法啊，它是因缘而生，因缘而灭。什么物件是安尼？所有你去看的这个物件，伫这个世间是无中生妙有，但是既然会有就会无，因为伊这个阴阳消长之理的内底，来到这个世间阴阳消长的理内底。当然有生就有有生就有死啊，有开始就有结束啊。这是因缘法，因缘生法，这是一个因缘生法，既善无常，了不可得。你搁把你的心思都放在这个地方，我给他比咧，较早中午拄好干啊。点来一台黑白电视，若阴暗时啊好安尼，阴暗时大家较有时间嘛，转来大家就去2点的安尼徛到面外口，安尼规整拢来遐看电视啦，你看迄个电视偌好看，因为我无捌去看啦，所以较会知啦，安尼想讲安尼像电视台内底偌好，阵嘛做黑白尔啦，咱会想要买嘛，因为咱喜啊。当咱有一天，阮阿爸买一台19寸的黑白，安尼感觉讲袂歹，但是袂歹敢有即久，无偌久啦。出彩色的啊，若搁彩色的搁较好啦。彩色的买搁有嘛有啦，较紧较慢尔嘛，无钱是较慢来欠嘛用钱来买一台彩色的嘛。看久你敢搁会当做一回事？无感觉啦，无感觉讲迄个彩色较水较无水啊，因为迄阵你无比较啊。就彩色上水啊，搁无浸一波啊，所以讲咧，伫迄当中久了后咧，你就不感觉讲彩色有偌好，所以我感觉讲咱要住迄个豪宅，讲一块厝几亿，咱若想讲迄内底一定住这足好诶，讲咱一条门床60几万迄门床敢是倒咧就随困去，困到爱困到白咧，敢是迄个门床。
啊，无迄十几万的是咧计家己对，我都毋知，嘛毋捌困啊，无知晓，安尼，但是伫你遐尼好的环境内底，你住久，敢袂怎等过去，感觉无啥若安尼你哪会去主做日头啊呢？因为你爱知影药店嘛，毋是有啥物通互你搁伫遐离乱的啊嘛。那为虾米你一定要去主做伫遐？所以咧安顿这个心理有上好，无嘛无要紧的。若拢好的话，你都不断的随着潮流咧行，不断随着迄个有咧追逐，到最后你也会没有啊，敢是安尼？所以讲呢，这个是你才要互咱知影，一切法是因缘法，是生因缘比起因缘一缘，计算两一一啊，它是同属存在的，有也会没有。所以讲呢，伫咱近来讲起，咱若无中生妙有，但是咱修行是要安怎为有中还无了。无你看下，因人这咧讲的拢是毋是无知无相？佮甲迄个无量，为虾米拢做？伊那是假存在。伊伫咱，互咱修行的人来了解这，就是要互咱根深蒂固去了解，契入到这种的意见，不会外在的一切法来左右你清净的心啊。安尼，是安尼。因为咱即摆呢，爱去借着足侪个道理来开启咱的智慧，互咱会当去了解到这种的意见，让你的心能够达到这种意见，你就会有本来的心啊。无咱讲修行是咧用啥？来先无记入道中用，来当做先就好啦。来到道中了，佫毋是做先就好啊。爱佫去悲去解无病咧。为什么爱去悲去解无病？因为你要无畏双修啊。你干那修福，修福不修慧，慧中嘛糊涂；修慧不修福，这个修福不修慧，福中嘛真多；修慧不修福，慧中嘛糊涂。所以爱无畏双修。所以讲呢，来到这个当中呢，咱当然就搁爱无畏双修，安尼呢，咱才有法度达到两足尊。伫世间你才会当圆满，伫世间圆满，你的自信也借着你无畏圆满，你的自信可以回到你的原点，就是因为安尼，毋是干那办事就好啊，爱搁落去修啊，毋是讲我做功德，你做个道人，做个伫道中做个做代志，毋是安尼就好啊。若脾气敢无变伫遐无法度人降伏其心，那个也是回家的障碍呢。因为我都遇到清净啊，物以类聚啊，你的灵我都达到伊的清净，你又如何飘飘在天堂？所以讲起呢，咱就是要修心练性，让我们的心回归到清净无碍，所以讲呢，无量无想无尊，安尼就很好，安尼呢就清净自在，所以讲呢，咱研究的道理呢，就是遮，初小无非，这个外在的一切因缘法，无非就是一个业因果本。咱讲咱这个心是一个业报身嘛，业报身嘛，每个人的业力不一样，只嘛有人甲你相像，兄弟嘛袂相像，因为咱这个身份就是一个业报身，咱这世人来，人讲咱的灵来自于天，不增不减，不果不增，无生变来。但是咱人有这个差异，是因为咱人到这个家庭来出世了后，是基因问题嘛？一种是基因问题嘛？所以讲，迄个即口罩的人因有我左囝交妈妈的面足性，爸爸交囡仔的面
这就是一个基因嘛。爱是讲孙啊，交阿姑、交舅舅的民族相像，这个是基因嘛，这是家庭的基因嘛。但是这个业报哦，这个业报生来讲的不一样。我讲安尼听有？业报生无共讲，一世人来，你富贵夭寿永通，你自己这个身体你要去承受。为什么你要去承受？因为你的你的业报生就是要来承受了的哦，富贵夭寿永通内底的过程。所以为兄弟做做法有诶看无食，有富贵啊嘛有穷通的啊。那么这个是咱过去世所做的因缘无共款，所以你这世人，你的身所遭遇的一切就是因缘果报。那安尼你敢想得起？真的，哦，啊当然呢，咱不是讲哦，我想袂起，想命运没错啦。哦，只要咱好好啊修，会改运，哦，会当改运。啊，若无你就是你的业报就是这样。所以有当讲为虾米幸福意识会当，哦，会当，哦，幸福意识会当了苦根就是安尼。幸福意识了苦根啊！为啥讲逐个来道中安尼，哦，安尼无闲？啊，当讲你休困，咱就爱过来遮无闲，因为道府拢是礼拜六礼拜假日嘛，敢是？若无伫道中，咱拜六礼拜就来休闲，敢是安尼？但是为什么你甲看，阮伫公司做甲忝海海，讲就倒来落顿，我着爱搁较早起来，哦安尼，无搁袂当睡到自然醒。当然，咱遮尔牺牲当然有代价。哦，啊，你有付出、有牺牲、有贡献，你所得到就是无量，哦，就是无量的功德啊，敢是安尼？哦，啊，为什么叫做牺牲跟贡献？牺牲就是牺牲自己，难做能做，难静能静，难行能行，这就是牺牲，敢是安尼？哦，啊，无人讲做简单的就不叫牺牲了嘛，啊，所以讲个牺牲奉献。所以讲呢，啊，咱外在的一切拢总是一个业因果报，哦，那么呢，上述存在，因为咱了着这个业报，啊，那无它是相续的，哦，就是牵起行啊，哦，咱讲吼，咱若毋修，就互业力来甲你清算，互业力来找伊甲你讨，安尼吼。看咱会切的啦，哦，啊，若无就讲，逐工拢卖悠哉悠哉，毋知讲业就伫边啊，哦，等甲伊年新鲜的无公平，没有谈判的筹码，所以讲咧，咱得爱先会当做，就是爱有谈判筹码，哦，啊，无你当着话讲哦，讲我还袂想要死，啊，毋过你就无谈判筹码，哦，唯有就是。业因果报，哦，上述不断，哦，所以讲呢，咱一定要去了解，哦，那么呢，伫这个因缘法内底呢，是刹那不住，伊的幻象而已啦，幻象，哦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只有是安尼尔，无搁会当有啥呢？哦，所以讲禅师有甲恁讲嘛，如梦幻泡影。如露亦如电，应种如喜观啊！你真的还是要回归到你的自信嘛？我外在的一切，它是一个虚妄，不存在的。哦，所以甲你讲，这是一个那个幻象而已。哦，所以讲呢，这个定现前不足走。哦，所以讲呢，咱一定要看破放下。哦，眼前的虚妄相，哦，咱爱看破放下眼前的虚妄相，外在的一切，你要能够速透，你要能够看破。如果呢，咱有法度人真正哦，真的去体悟到外在的一切，它是一个假的存在，哦，是一个过程。有啊，好啊，无。哦，如
如果会当安尼的话呢，你就是无相。那么呢，无相就是离希望相就是实相，那么实相就是无相，都没有。没有，真的不是真正拢无咧，实相无相，迄个无相是真正拢无咧。要用的是做淡而随风咧。你像死人，敢会食茶？你都无用啊，咱不能淡而随风啊，对无？我真袂喙焦，当然我袂想要放茶来食，但是我即摆会喙焦啊，淡而随风，我咧喙焦足简单，拢毋免人甲你教，你就要去放茶来食，这叫做淡而随风嘛，敢是安尼？爱善有术，自性用术嘛，敢是？所以讲呢，伫这所在，虽然实相是无相，毋过它是存在的。这就是咱人的体，伊咧主宰伫咱的四肢百骸的一个体。所以讲呢，毋是无，是有。那么呢，伊就是因为清净其内，伊是清净一片的，伊是虚灵动体，一成不变，一成不展的无相，一成不展。你已经去达到一成不染了，当然它是的无相。那么呢，这个无相就是一个体啦。所以讲呢，咱今日去修行，就是讲，伫这个这个妙有的内底，要安怎回归倒转去迄个妙无，回转迄个无啦。所以唔敢讲，你甲看卖我理想，伫你右根触存的时阵，你都不为所动。那安尼你真的就是会一成不染，若无你就会纠结在那里，所以会被外在的六根触尘当中呢把你绑架，你就不自在，你就会忧愁烦恼痛苦不断，安尼别人离苦得乐，所以咱讲叫咱爱离无诸无量无想。修呢，我们的意见呢，我们的脸的层次呢，要拉到这种的意见来，那你就再宰谁瓦分了，你就是宰谁瓦分了因拄好9点半，因呢，或许就要咱做伙分享到这个所在啦，甚至或许呢，也让咱大家做伙研究。遮呢，大家会当来讲一个这个心得，就是这段呢后壁迄段呢，就9点半，或许就无去讲落去安尼呢，看各位先生大德要大家做伙来研究讲一个心得，来，啥物人？